收看大师新8点档《梦乡》。静妹，食果子啦。来，食。阿姊，是安怎？自从你转来，我就感觉你对阿嬷遐尔冷淡。无啦，可能是大家足久无生活做伙，才会无啥习惯啦。你是咱的阿嬷呢？规家伙仔团圆是一件喜事，啊，毋过是安怎自从你转来，我拢毋捌听你叫伊一声阿嬷，我拢感觉袂到你的欢喜咧。规家伙仔团圆，对我来讲，这根本就毋是团圆。静妹，你讲了冇毋对，我就是无法度甲伊嫁，我甚至看到伊的面都无想要看。你敢知影是为虾米？因为咱阿母根本就是互伊害死的，若毋是伊将阿母赶出人间，咱家己啊要分开20几年，阿母嘛要落魄到无钱通看病，最后来死伫外地。你知影无？互阿妈赶出去的人，毋单单是阿母，还阁有阿公。连阿公遐尼好的人，拢会互伊赶出去。你都应该知影讲，咱的阿嬷是一个偌无讲理、偌固执的一个人。你毋知影，我看过阿母流过偌济伤心的目屎，伊有偌思念你。也毋过，伊袂当转来啊。就咧死进前，嘛无法度转来见你最后一面。这所有的悲剧，拢是因为咱阿嬷。你讲，我哪有可能将阿母的痛苦放袂记，去叫伊一声阿嬷咧？你知影的阿嬷，甲我知影的无共。我知影的阿嬷是一个真温柔、真慈祥的人。细汉的时阵，伊逐工拢爱我伫学校，无论风偌透、雨偌大，我有偌重，伊也是一步一步的爱我伫学校。阮甲咱的雨伞吹起啊！
好甲咱拢压蛋。阿妈还是甲我讲，有阿妈伫咧，阿妈会甲你保护，你啥物拢毋免惊。迄是因为你是阿妈的金孙。阿母讲过，阿妈是一个自私的人，对伊来讲，孙甲囝是一家人。也毋过是毋是？伊甘愿拆散咱一家伙仔，为着的就是要收着你，伊才会甘愿。阿姊，请你莫安尼讲阿妈。你若是毋相信我讲的话，那安尼我问你，你敢知影阿母是当时死的？阿妈甲我讲，我出世无偌久，妈妈就死啊。黑白讲，伊根本就是甲你骗的。阿母死的时阵，我8岁，你6岁。迄时阵，你拄好读国校1年，你还阁会记无？迄年，阿姑、阿舅、还阁有阿金，捌转来一撮，因都是捧着妈的骨头骨仔转来的。只是，伊一定毋敢互你知影。阿母本来想要倒来见你最后一面，也毋过最后倒来，煞是伊的骨头骨。这的一切，你竟然拢毋知影！静雯，阿妈一直咧甲你骗，一直咧甲你骗，你知影无？就算讲阿妈你咧甲我骗，啊毋过阿妈一直甲我当作是伊的金子，叫我惜命命。伊饲我，用尽所有的办法甲我保护，所以就算一世人，所有的人拢毋肯原谅阿妈，就算讲伊完剩我一个人，在甲阿妈照顾，我嘛心甘情愿。静雯，就算讲你不爱认伊做你的阿妈。伊永远是我的阿妈。以前，伊爱我遐侪年，今晚换我爱伊啊！你会较安尼，是要安怎甲伊爱咧？阿姊，爱一步，算一步，这是我会讲哦。阿哥，妈，阿哥，唔通哭啊！静雯，为即马开始，阿哥袂放你一个人，等下照顾阿妈。阿哥。阿哥已经决定啊，阿哥要搬转来住。趁阿妈还阁闭的时阵，阿哥要好好照顾，陪伴。阿芬，阿芬。静雯，恁两姐弟啊，离开20几年，即马才见面，莫阁冤家啊，好无？阿哥。咱一家人永远都无会分开，好无？
你心是安怎啦？那还袂送你转去啊？伊是毋是搁走去啉酒啊？无啦，伊规暗吼伫房间也无出来啊。伊讲要送我，我叫伊吼免啦，我要等你转来啦。假期，伊遐爱爬爬走的人，搁会规工眯伫房间无出来啊？大概吼无迄个心情啦。这个愈奇，啊伊无代无志，有啥物无心情啊？立生啊，立生啊！你莫叫啊啦，立生哦拄着阿梅啊。哦，伊转来，阿梅总算是转来啊。差不多20几年啊，应该嘛是爱转来。对啊，你暗时有爱食未？实在是。嗨呀！哎呦，紧去啦！你等伊等26年啊呢？你等的哦，毋是就即天。你莫搁丢丢啊啦！紧去啉咖吼，把阿妹抓转来啦，哈！药仔先食啦，等送你转去叫，好代志明仔再讲。药仔我会食啦，啊嗨呀！你莫搁闪避啦，你还搁有几个26年啊？紧去啦！紧去啦！哎呦，激动要创啥啦？不要紧啦，紧去啦，紧去啦！哎呀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啦。啊嗨呀，你伫验书吼，赶紧还有阿梅啦。紧去啦，紧去啦！
26年啊，无留哪会使啦？阿妹啊，等你回来，我已经等26年啊。这26年，不管有偌济个误解，我一直拢足思念你。啊，不过是安怎？你连转来见我一面都唔肯？是安怎？你连转来看咱的人生，你就做袂到？是安怎？我去台北找你，你也拢唔见我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其实我今仔日来，我毋是要问你这个，我毋敢要求讲你要予我一个答案，我只是想要甲你讲，这20几年来的思念，你已经变做是我记忆中的人。过去的记忆，我虽然毋捌放袂记，啊，毋过煞变甲足无真实的。一直到最近，我才发现到，上真实的形影，一直就伫我的身躯边。迄个上真实的形影，就是阿强。啊，不过我发现了手腕，阿妹，你知影？阿强啊，伊一世人拢无嫁人，也拢毋捌生过囝，伊竟然得了子宫癌。子宫癌，发现了手腕，子宫虽然已经退掉，啊，毋过癌的歹名，煞已经拖到规身躯去。伊已经剩无偌济日子通活了。当我知影伊的病情了后，我煞雄雄惊吓起来。因为过去20几年来，伊一直拢陪伫我的身躯边，逐工拢出现伫我的面头前，已经变做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，生命的一部分。啊，我竟然逐工就知影讲，要思念你，要等你回来。煞袂记身躯边的我已错，已经错了26年了。阿妹啊，这是你当初行倒来的元素。我都已经签你啊！我来是要甲你解释清楚，请你谅解，请你谅解。
就是22年前，你都已经甲阿 Q 结婚。我就是22年前，你都已经签离了。哎呀，你来这里讲，23年，23年，你来到即马才签离。阿 Q 啊，日子也剩无偌济，咱欠伊实在有够济，你应该要好好啊照顾伊，好好啊珍惜伊，陪伴伊。哎呀，踮咧阿 Q 啊，生命上尾的岁月。在你欠的，拢还予伊，知影无？我知影我欠阿叫啊足济。阿妹，我本来嘛要打算等你一世啦，啊，不过我即摆已经做袂到。我对阿叫啊真实的，我对你嘛真实的。阿妹，是的，是的。上坦白，规世无人要爱的，只好家己讲起。药还阁无食你。哎，食迄都无效啦。阿海啊，啊你有拄着阿梅无哈？哎呀，啊你毋着紧讲，阿梅有愿意留落来无？哈？药啊先食再讲。好啦好啦，我食啦。哇，讲啊，阿梅是安怎决定啦？离婚书我已经签离啊，我交我阿妹啊。是安怎啦？阿梅伊无愿意留落来哦。我做这个决定，毋是因为阿妹，是因为你。哎呀，啊你是咧讲啥啦？我讲我做这个决定，是因为你。阿乔，你嫁我好。切20几年来，我的生命当中就毋捌离开你。阮拼到有今仔日，拢嘛是因为你的付出。哎呀，你是要讲互我欢喜的？你啊，
嘛是要减我的岁数啦。拢毋是啦，我讲的真正是我的心内话啦。我阿爸的败话会使甲我做证，这拢是我阿海的心内话，而且阿妹伊嘛鼓励我安尼做啊。你做我的母好，虽然老啊，但是我需要你，我真正袂当无你啊！我好，做我的母好。哎呀，咱即马安尼吼，毋是真好。你是安怎一直爱带我？我还有偌济日子会当活哈？公海啊，咱两个吼都需要结婚啦，只要安尼就好啊。安尼我就足满足的啊！唔通讲，含咱两个人一直咧相处，真是的，我应该来当作小妹才对。啊，毋过我嘛毋知影为啥，我已经无法度互我的心变甲遐尔啊单纯，这已经无重要。无论安怎讲，你是我的小，永远的小。妈，妈，你是毋是一直还阁爱着我阿爸？细汉时阵，我常常听我阿母伫骂你，伊总是讲是你抢走我阿爸的。虽然我毋相信我阿母讲的话，也毋过，这个秘密一直藏伫我心肝头，一直困扰我。妈，你甲我阿爸？敢真正是真心相爱？我甲恁爸爸，阮两人之间，到底是毋是爱情？我家己嘛毋知影。伫我的心肝底，真侪代志拢搅搅做一伙。我甲恁爸爸，毋是敢若爱情两字，都会使讲清楚。阮两个人的爱情，毋是敢若对方安尼。还有阮心内遐个热情，
甲遐个理想，还阁花一直烧，一直烧的鼻甘蔗。真侪代志，我嘛无法度做解释。也毋过无论安怎，我甲恁爸爸最后嘛拢做选择，阮两个人。一直拢是清白的，所以讲，是毋是爱情，嘛已经无重要。妈，其实伫我的心肝底，我上遗憾的代志。就是你阿母春潮，春潮啊！伊伫到要死之前，伊还阁无法度相信，伊还阁无法度相信我对伊的友情是永远袂改变。是真实的，妈，我相信，我一直拢相信你。拄则我有听到你甲阿海公长讲的话，我就更加相信啊。妈，你为着我阿母，才毋敢甲我阿爸做伙。你为着阿 Q 伊，为着要保护皮家，才会离开故乡。你所做的一切，拢是你牺牲家己，成全别人。你到底是要到什么时阵，才会为家己的幸福去争取嘞？戆囡仔，其实哦，我嘛真幸福啊，因为我嘛知影。我所爱的人，都拢过来真好。我嘛知影讲，我阁会当替社会做一寡代志。还阁有你啊！你甲英宗拢遮尔啊乖，遮尔啊友好。你讲，我嘛哪会袂幸福咧？妈。阿母，我明仔载就要转去台北啊，也毋过我马上就要保单甲伊做伙住。我这边倒转来，我都有要搁离开。我要留落来照顾你，陪伴你。今仔日海有来找我。我会记20年前，你甲我讲，
迄张离婚书，海也已经签字啊，嘛要带去我做某，是安怎？海啊，哪会今仔日才签迄张离婚书？阿母，当初你是毋是在骗我？阿母，你是安怎要骗我？敢讲，你的心肝内有啥物苦情，袂当我知影？阿母，虽然你袂当甲我讲话，也毋过，我知影你会安尼做，是有苦衷，对吗？我知影你安尼做，拢是为我好，对吗？对啊，老妹啊，你哪会来遮啦？我来甲你看一下啦。哪份啊？叫伊啊？叫伊叫啊，伊就是正文的阿姊啦，叫做雅芬。嘉芬哦，生得足水的呢。啊，你要离开哦？因为雅芬还要上班，所以我先带伊转来去。叫啊，海也甲我讲，你跳岩的代志，你哪拢无甲我讲啊？哎呦，迄海啊哦，实在有够家暴的啦。即摆以后遮尔发达着，我较早咧病院的时阵，嘛有像你即款的病人医好过啊。过几冬啊吼，叫海啊带你来台北，我甲你安排做一遍检查，无一定有机会嘛，无一定啊。阿妹啊，你哦也是甲以前共款啊，一点仔都无变啊，事事项项吼，拢先替别人设想。也毋过哦，多谢你的好意啦。免啦，我家己的身体吼，我家己足清楚的啦，哈。叫啊，即个病无检查无治疗，哪会使啦？你哦，一定要对家己有信心啦。阿妹啊，我毋是对我家己无信心啦。哎呀，我这是吼活了有够啊啦。人生啊，总是有迄一天嘛。
所以长短无重要，重要的是吼，咱有好好啊过日子无？虽然讲吼，我无啥物才调啦，也毋过吼，我回头看我行过的路，我已经足满足啊啦。Q 啊，海啊咧，海啊要安怎？你家己若无好好照顾你家己的身体，敢讲，你忍想看海啊孤单一人过日子上？Q 啊，昨海啊嘛有甲我讲过啊，伊讲吼，伊已经毋着20几年啊。伊讲为即摆开始，伊要好好照顾你，好好陪伴你。伊袂搁再辜负你啊！敢讲，你连一点仔时间，互伊弥补的时间都无爱少。Q 啊，就算讲我替海甲你拜托好无？水干一杯，水过的人上坦白，规世无人要爱的，只好家己讲一话。一生一海。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就算讲我替海甲你拜托好无？为家己争取一点仔时间，嘛互海啊一点仔时间好好照顾你啊！阿梅啊，多谢你啦，吼。Q 啊，你会答应我哦？你要等我来台北做检查，病的代志我甲你安排甲好势好势。阿梅，你讲得无毋对，我袂当搁丢丢啊。所以吼，我袂当离开遮啦。我要留伫我爱的人的身躯边，珍惜最后会当甲因斗阵的日子。我的心情，你会当了解无？你要甲生命最后的时间留下海啊！无毋对啦，完完全全拢要留互阿海，一点仔都袂当浪费。因为我的日子哦，实在是无多啊。你今日哪发点？无啊。立新啊，我先来准备。立新，恁阿母即马咧车站啦，伊准备要转去台北啊。我毋知影哦，你对恁阿母是有啥物感觉？我嘛毋知你昨暗吼是安怎无爱叫伊，也毋过阿巧伊相信吼，你有你家己的想法，还有你的苦衷，遐尼侪年啊，阮从来吼毋捌在你的面头前讲过恁阿母离开厝的代志，迄是因为阮惊你会伤心，惊你会伤过思念伊，也毋过今仔日，阿巧伊啊一定要甲你讲即件代志。伊毋是一个无负责任的阿母，伊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女性。迄当阵伊的离开，伊毋是放杀你，伊是受到政治的迫害。伊想要保护你，保护恁阿公，还佫有恁阿爸的安全，伊毋才会离开的。伊甘愿牺牲伊家己。一人在外口孤孤单单过日子，伊为的是啥？伊是为着恁一家伙的安全在设想的。所以恁阿母会离开，伊毋是无爱你，伊是因为伤过爱你，伊毋才会安尼做，你知影无？已经12年啊，对啊。
2年啊。你若甲细汉时阵无啥共款。阿姨，我细汉时阵你捌看过我？阿姨是讲你时阵就无钱。我补水敢有啊？我阿公甲我阿爸拢叫我搞死囡仔呢。你若捌什么囡仔讲？报告。阿姨，你哪会甲准？哦，我知影，一定是想我阿公甲我阿爸对无？阿姨，你哪别哭？心啊，即马你拢了解啊吼？你对恁阿母的误会哦，毋知哦会互伊偌伤心咧。你哦，即马紧去车站啦，吼，紧去找伊。啊，你一定要叫伊一声阿母，有听的无？啊，立心啊，你有听的无啦？是的啦，因为转来的代志哦，我拢无甲你讲啊。我就是拢毋捌转来过。我昨昏我安尼大细声甲伊进门，伊煞拢无替家己辩解。阿海啊，拢是我无好啦。啊，就算讲吼，阿妹甲生新娘叫我袂当讲吼。我嘛无应该甲你隐瞒才对啊！啥物拢免讲，拢过去啊。无喏，啊，这件代志哦，藏伫我心肝内20几年啊，我逐工拢足艰苦的。啊，即马吼，我嘛毋管你要原谅我也无啦，因为我讲出来，我较快活啦。你讲这话啊，应该要求原谅的人是我才对啦。我辜负你遐侪年，我到今我才发现，你是我生命中上重要的人呢。我上重要的人呢，我到今我才知影，我哪发现到遐慢啊！上坦白，规世无人要爱的，只一生只爱你一个。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听阿巧爷讲，你要倒去？阿信，啊，你这几年过得好无？算袂歹啊。啊，你以后有啥物打算？无啊，啊，就像阿公甲阿爸共款，继续做一个讨爱人。做讨爱人真好啊，真单纯，真善良，嘛真认真，佫真勇敢，那安尼真好。我以后我一定来转来，
后面咱要见面的机会真多，我会过去看你。谁人这么前日来？你毋捌倒看我甲阿爸？是安怎你为倒来一摆？你袂已经看到我，嘛甲我讲话啊！你就是无我知你是啥物人？是安怎？我甲静文，就亲像兄弟啊共款，大家拢感觉静文较可怜。伊是一个走鬼，也毋过我感觉我更加可怜。我走的所在是你看袂到的，我走为的是我的心。我生的时阵，捡一项上重要的物件，迄个物件就是阿母。你哪会当安尼对你阿母讲话？你敢知影你阿母为着你牺牲咱所有的一切？本来就是嘛。静文无健康的脚，无阿爸，无阿母，也毋讲伊袂怨叹。你敢有替你阿母这几十年的遭遇想过？你自细汉失去了阿母，也毋过你阿母咧，失去家庭，失去翁囝，伊失去一切，这款的痛苦，你敢会了解？伊是咧安怎伫外口过日子的？你敢知影？哎妈，你看伊啦，你看做，我来陪我安尼，伊这是啥物态度哈？我无啥物好辩解，你的证明我完全接受。你爱保重。知影去看到。立新啊，你有着着无哈？我你有叫伊一声阿母无哈？高鑫啊，恁爸生喙是互你要创啥哈？伊是你的亲生老母呢，你哪唔叫一声啊？恁爸咧甲你讲话，你是臭耳人啊，是野狗哈？你啊！
个狗囝，真正是了然啦！啊，你较早毋是秘书夜梦咧甲我讨恁老母，啊，伊即摆无简单转来啊！恁母也是偌希望讲你会使亲嘴叫一声阿母咧，啊，你连一声都毋叫，你知影伊安尼足失望的，你知影无哈？阿爸，我啥都爱叫伊啦。20多年来，伊连倒看到黄叶叶，我啥都爱叫伊啦。你醒吧。啊，你是啥物态度啊哈？你甲恁要死出来啊！阿海啊，你心哦，毋是一个毋捌代志的囡仔啦。我看阿妹哦，会认为这个老爸哦，袂晓教囝。迄当阵你就毋知伊的面吼，结敢若袂输，食一拖拉裤的虾啊咧。是安怎？嘿哦！老板，你都毋知我你20搁较长了吼。你阿妹啊，阿妹妈，啊，转来哦。妈，你是安怎？你心情无好？妈即摆转去，不但亲生的囝无要认伊，而且佫讲一寡足歹听的话互伊听，伊的心情哪会好咧？莫有别讲话啦。妈，你啥拢毋准我讲，你分明就受着委屈啊！你即口气会当吞落，我吞袂落啊！你袂使怪你心啊。其实呢，我感觉讲了无毋对，是我毋好。伊对你很气无诶，你还佫念互伊？你应该甲事实讲出来，你应该互日新知影，毋是你无愿意转去啦，是伊阿公无爱互你转去，是因外妈无爱互你转去呢。你若是一直毋讲，啊日新伊哪会知影讲你所做的一切，拢是为着伊，为着皮卡咧设想呢？真正是你，妈，你哪袂讲话咧？敢讲你无想要甲我见面？阿妈也讲我咧，你妈在这个世间，伊无死，你知影无？无春，我伊。你会当无认我，但是阿妈咧，阿妈这么老啊，伊人要搁你破病，你知影无？伊是你的亲生阿母呢，刚刚你都袂使去看伊一个是无？老文。在徘徊，风吹乱的形影，失去了魂体。无聊的婴仔话，当作是笑话。冷冷的一首歌，愈唱愈怨嗟。干一杯，暂时莫搁想遐多，任何茫茫一切就毋免搁解释。一嘴干一杯，醉过的人上坦白，若是无人要爱的，水倒一个算一个。一嘴干一杯，暂时莫搁想遐多，任何茫茫一切就毋免搁解释。一嘴干一杯。醉过的人上坦白，规世无人要。